英国双十国庆活动拢办甲真大。民国64年的时阵，前总统蒋介石过身，这一年的国庆呢，除了有这个乐队甲民间团体表演以外，佮动员北一女甲景美高中的学生，伫这个帽啊摆出国旗的图甲庆祝的字，强调讲全国团结的气氛。这个阅兵的场面搁较大，这个珍贵画面透过镜头，带乡亲做伙来看卖。 一台战车经过阅兵台，刷来是陆军、海军、空军队伍，脚步非常整齐，经过司令台。现在通过阅兵台的女子队员所使用的是卡宾枪。民国64年，前总统蒋介石过身，这档的双十国庆阅兵大典，为了展现全国团结的气氛，除了军方主办单位嘛特别动员北一女甲景美女中学生用石板摆出国旗图甲庆贺文字，还佫会变化色水甲文字，亲像是人体 LED。 再来，若到国庆日，拢会安排bài字表演。港股嘛对色帮变成是地理头壳顶的雨伞帽啊。这款的bài字演出是国庆的经典表演节目，但是学生伫日头的一行就是几啊点钟，经常嘛出现有人昏倒的情况。 改验了后，老师甲学生开始埋怨国庆日无休假，我用上课时间去排练，影响课业。因此，教育部嘛对民国103年开始，无搁再编列预算补助学生表演，像当年迄种大规模学生演出，就无搁再看到啊。